好的作为，其中一个其实就是合一。我们看见每一次我们教会第一堂、第二堂，不论是圣歌队，或者是第二堂小组，或者是牧区，或是这种跨世代的献诗，其实我们都是看见一个合一的象征，都是看见每一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，虽然可能每一个人在练习当中，每一个人要唱的部分不同，但是就在歌曲当中，大家互相配搭，大家互相的来一起练习，形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，也带下一个非常赞美颂赞的一个诗歌。所以在圣灵的工作当中，有一件事就是合一，就是合一。我们真实的看见，在刚刚说每一次的诗班，甚至在每一次我们一起聚集，都是一个合一的表现，都是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象征。这也是圣灵工作带下来很棒的一件事。今天是圣灵降临节，也盼望我们再次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也一起来更深的来了解，知道在圣灵的工作当中，在圣灵的充满里面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每一个信徒，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份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，还有这样上帝美好的恩典。在分享信息之前，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，我们再一次的聚集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为别的，就是单单的将眼目转向你，注视在你的身上，注视在你的话语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奥秘，也看见你真理的启示。神啊，今天也是圣灵降临节，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，也在我们的礼拜当中，让我们透过你圣灵的运行，再一次感受到，再一次经历到上帝你圣灵充满的那个时刻，带下美好的作为，带下你丰盛的恩典。愿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时间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今天早上要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圣经的经文。那在分享之前，也再次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聚会的预告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呢，在这里是我们自己主日礼拜第一堂、第二堂的这个圣灵降临节的礼拜，还有我们大家一起守圣餐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在今天下午2点半，也会有这个我们台南中会第一小区，就是这个市区的这个教会，会一起来到我们富强教会，会一个联合的聚会。所以特别我们是这个地主哈，我们是地主，那所以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等下礼拜结束呢，你可以到3楼爱心午餐。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到外面跟其他弟兄一起吃午餐也很棒，但是邀请你2点半的时候回来到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可以跟其他教会的众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，一起敬拜，一起领受信息，一起在这个圣灵节降临节当中，我们不分教会，那我们也不分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聚会领受。所以再一次邀请大家，我们在今天下午2点半的时间，我们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聚会。好，那今天我将要一起分享这段的经文呢，讲到的是这个初代的教会，使徒行传，一开始这个教会怎么形成的，还有这些信徒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圣灵的带领当中，他们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。在上个月当中，我们分享说，教会这个群体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。但是为什么彼此相爱呢？彼此相爱是因着这里先有耶稣的爱，因着我们先认识耶稣的爱，所以我们懂得如何回应耶稣的爱，我们也懂得如何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与别人彼此的分享。但在今天呢，我要继续来分享，在教会当中，除了我们爱耶稣，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，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圣灵的工作。特别今天是圣灵降临节，圣灵降临节也标志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教会的生日，是教会诞生的开始。所以当我们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非常特别的主日当中，也让我们去思考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下来的意义是什么，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圣灵在我们的富强教会所要带下的意义是什么。愿神真的帮助我们，愿圣灵今天亲自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我们都有一些新的领受跟一些新的看见。我想上帝的灵，或你要直接说是圣灵，
其实，在整个圣经的一开始，在创造的一开始，其实神的灵就已经在了。神的灵在创世纪的一开始，事实上就已经在了。你看见神的灵在圣经的一开始，在那个创造的一开始，就引领了整个故事，整个故事线一直到我们今天要看的新闻新约，甚至一直到整个后面，整个圣经就一直你都会看到，事实上都有圣灵的工作，都有上帝的灵在掌权，都有上帝的美好的心意在里面。但特别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到第2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。特别在教会的故事当中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当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，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章，耶稣复活之后，在他升天以前，耶稣交代门徒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照我对你们说过的，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。约翰用水施洗，你们却要在几天后接受圣灵的洗礼。”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领受圣灵。”然后要为耶稣做见证，到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，到全地去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你看到第1章的开始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原本门徒还在惊叹，哎，他们的老师耶稣怎么被钉死在十字架？但耶稣复活了，而且还交代他们一件事情，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在这个地方等候。但是如果你有机会，你继续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在第10节的时候，第1章第10节，耶稣升天，这些门徒他们的反应是全部站在那里，然后望着天，看着耶稣上去，然后就站在那里。你发觉这些门徒虽然听见了耶稣这样子跟他们说，但是这些门徒仍然还是有一些疑惑，甚至他们还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耶稣只说你们要等候，然后圣灵几天后会来。但几天是几天呢？多久呢？然后耶稣就升天了。所以门徒经文的描述是门徒就站在那里，然后看着耶稣就上去了。但而且这些门徒，他们原本刚说他们是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，什么样的转折？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又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些原本要逮捕耶稣的人，其实原本也是要抓这些门徒的，所以这些门徒可能也还是在一个躲躲藏藏，然后在一个有点退缩，甚至还有点不确定、怀疑的过程。然后现在耶稣又告诉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要等候，你们要等候。”耶稣说几天后圣灵会来，但是也没有告诉他们几天后，也没有告诉他们说是什么时候。耶稣只说你们等候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第1章，你就看这些门徒他们做一件事情是同心合意祷告，他们就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。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，第1章结束进到第2章的时候，2章1节，他们原本从一个等候，进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，进到非常大的一个转变，就是圣灵忽然的降临了。在他们一起聚集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，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，圣灵就突然的降临了。教会也从那一天真正的来诞生出来，初代的教会就这样形成。所以刚我们读的经文说，五旬节那一天，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，他们被圣灵充满了。五旬节的那一天，圣灵降临节那一天，信徒都聚集在那个地方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一天就叫圣灵降临节。在教会的传统当中，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，在教会我们会过复活节、受难周、过圣诞节，但其实圣灵降临节在教会的这个传统当中，它也非常的重要。而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天就是教会的生日，教会就因着这样子诞生出来了。这个特别的，在当时第1世纪一个特别新的群体，一个信仰的群体，就这样诞生出来了。而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，或者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信徒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？特别在我们今年教会，我们要再过，现在是5月了，5月底了，我们到8月中，我们就要正式庆祝教会的50周年。真的很盼望我们的教会，当然不是说50周年结束就结束，我们教会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。但是更盼望是我们在迎接5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在圣灵的充满当中，在圣灵的带领当中，降服在圣灵的引导当中，让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信徒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去见证到神所带给我们美好的事情。所以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，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三个这个事情。
第一个，圣灵的充满呢，它帮助一个人的生命，或是你说帮助一个教会，它重新被点燃起来。圣灵的充满，它帮助一个人的生命，甚至你说可以帮助一个教会重新被点燃起来。在刚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说他们刚经文这么说，他说他们被圣灵充满，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，开始说起各国的别种的语言来。他们被圣灵充满，照着圣灵所赏赐他们的恩赐才能，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语言来。你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了，他们被圣灵充满了。我们知道，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成你的救主，你相信这位神是你的救主的时候，那个圣灵也内住在你的里面，圣灵也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。但是这段经文他没有说他们都被圣灵内住，他说他们被圣灵所充满了。充满的意思是被掌管、被占有、被完全的占据。代表这群门徒呢，他们不是忽然一时就很情绪的激动，然后就哇祷告啊、敬拜啊，然后哇圣灵就下来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讲别国的语言，然后他们就很激动，然后就一时很情绪的渲染，看到别人旁边那么激动，他们就一起激动。代表不是，代表他们是完全的在神的掌管当中，在圣灵的引导当中。我刚刚说，当一个你相信的那个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，那你会说，那圣灵充满跟圣灵内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用一个方式，可以简单的来分享给你听。我们知道，当圣灵进到你的内心的时候 ，OK， 他进到你的内心，邀请圣灵来到里面。就好像有一天，如果你要邀请你的朋友，邀请你的这个家人 ，OK， 来到你家当客人，然后呢，这个客人来到你家，然后你就说你坐在沙发 ，OK， 然后你就进到房间里就不理他，然后客人就坐在那边。又或者是说，你跟那个客人来，这个客人来，你跟他说，哎，当做自己家，啊，你就跟他说当做自己家，好，当做自己家。但通常，如果你作为一个客人，你作为一个客人，或者你被邀请了，当人家跟你说当做自己家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就真的当自己家哦，就每一个门都给他打开哦，然后冰箱就自己打开哈，然后厨房自己煮菜哦，应该是不会这样子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通常主人这么说的时候，他虽然跟客人说，哎，当做自己家，但通常主人也某种心态还是觉得，哎，不要，你不要每一间都给我看啊！我那个脏的东西，我可能塞在某一个房间里哦，或没有整理塞在某一个房间里哈，你不要给我每一间都看，真的当做自己的家。但是圣灵那时候有点像是这样，就是你邀请一个客人来，但是你邀请来，你跟他说，哎，你坐在沙发就好哦，我回我的房间做自己的事情。又或者你跟他说，哎，来，哎，我们很好，当做自己家。但他真的要当做自己家的时候，你会跟他说，哎，卖我北敲，卖我北款。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他是完全，经文说那个充满叫做占据，叫做被掌管。就是你甲你的那个朋友讲，哎，动作家己你家己的厝的时阵，他真的在你的家走来走去，真的在你的家照着他自己的方式，你也不会觉得奇怪。甚至你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朋友真的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。圣灵的充满是你的生命、你的内心当中，你欢迎圣灵来。那个充满是你没有任何的隐藏，你没有任何的保留，就是神啊，我欢迎你。或许有时候我们会想说，我把一些东西先藏起来，我把它藏在那个房间里面，那个衣服很乱，我就全部收到那个房间里面，那个不要看的东西我就先收起来。但是圣灵充满是你完全的敞开，完全的敞开。在这个经文刚刚说，这些门徒他们可能是带着一些失望的，他们甚至可能是带着一些还在疑惑说，哎呀，我要等多久？但这个时候他们被充满了，代表他们把那个疑惑放下来了，代表他们把那个他们原本的失望放下来了，代表他们真的把他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神来掌管了，交给神来完全的占有了，不是一时的激动啊。所以经文说，在那个圣灵充满的当下，他说有大的声响，有大风吹过，有火焰的舌头，有说起别国的话。当然这是圣灵工作，你会看到一些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显示的方式。但是这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外在的现象，是这群人内心的改变啊。如果我们刚读后面经文，你就会发觉，哎，这些人不大一样了。他们不再只是同心聚在那边等候，
不是只有聚集在那里而已，他们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。他们开始回应了，他们从好像会被花给啊，忽然被点燃起来了。他们突然好像又再次找到一开始他们为什么要做的。所以教会的建造，或你说一个人生命，一个人生命要被建造起来，不是说靠我人多热心，我多努力去做这些事情，或是我要靠什么样的外在条件好像可以满足。真正可以改变的，真正可以更新的，真正可以再次点燃我们生命的，是只有圣灵啊。真正可以点燃我们的，真正可以让我们再一次从那个很灰心，从好像很退缩、很害怕、很担心，再一次的往前走的，再一次被热情起来的，是唯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，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挑战，但是这些生命的问题，往往也不是说我们能力不够，或者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或者是我不够努力，而是时常我们里面忘记要跟上帝有这样好的关系，忘记真的邀请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来治理我们的生命。但上帝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重新可以活过来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可以重新活过来，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当中。所以，也或许，我们仍然参加聚会，我们仍然参加服事，我们仍然这样子的生活，但其实会不会我们里面爱主的心也慢慢冷淡下来，慢慢冷却下来了？回想你可能刚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我蛮渴慕的，我蛮追求的，但会不会时间慢慢一久了，或是慢慢遇到一些事情呢，慢慢想要把自己的事情都掌管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是不是慢慢的冷淡下来了？是不是慢慢的好像慢慢退缩一点呢？真正的复兴，真正一个根，不是说聚会很热闹，聚会办得很盛大，或者是有什么很好玩的事情，而是那个冷淡的生命再一次被圣灵唤醒，那个冷淡的生命再一次被激起来，冷淡的生命再一次被燃烧起来。所以圣灵充满第一件事情，让我们看到可以从那个很平淡，甚至你说很退缩的生命，但是再一次的热情起来。所以圣灵的经历有时候是很激励人心的，很真实的，如同我们刚所读的经文，看起来很激励人心啊，看起来是哇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样子。但是有时候圣灵的动工也是安静的，它可能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圣灵也是不断的充满你，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动工。所以不要认为说想要圣灵充满就觉得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表现，一定要什么样的一个象征出来，那叫圣灵充满。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，那个圣灵安静的动工的，那个圣灵是安静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我们的，引领我们的，带领我们生命当中的方向。所以圣灵这样解重要意义不是说外面的火，当然是非常重要。我刚刚说这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征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。但是更重要是生命里面再一次热情被点燃，再一次生命当中那个热情被点燃起来，回到起初一开始跟随神、认识神、追求的那份的渴慕，追求的那一份热情。以弗所书第3章16节这么说，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借着神的灵，使我们的力量、心中的力量再一次的刚强起来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要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灵的充满，也使群体彼此的建造。圣灵虽然刚经文说是分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，好像说圣灵很个人化，圣灵的充满、圣灵的经历很个人化，但那个个人化，那个自己的经历，却也带下整个群体的复兴，带下群体的改变，带下群体彼此之间的建造。刚的经文这样说：那一天，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，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，参加团契生活，分享爱宴，一起祷告。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人们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。当圣灵分落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开始有一个转变了，开始有一个新的突破了，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回应。你看，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2件事情，第一个是他们专心，
第二件事情，在圣灵充满之后，他们怎样？他产生了一个敬畏、专心，而且他们敬畏。刚说虽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上，但是没有造成分裂，没有造成说，哎，我有这个圣灵能力哦，我有这个圣灵能力哦，我有充满哦，好像看起来比较厉害，但并没有，反而是带下来一个新的一个建造，反而不是支离破碎，反而是更加的稳固。所以刚刚说在那个经文当中说到他们专心，他们敬畏，那个是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结果，带下来非常美丽的一个回应。专心的意思是什么？他们坚持不断，他们持续的忠心。简单来说，他们委身啊。简单说，他们委身在这个群体里面，他们委身在那个人群当中。初代教会的信徒，他们不是只有觉知而已，他们不是说啊我相信，他们不是说啊我相信，而是他们真的是把生命放在那个里面。他们真的是委身在那个群体里面，委身在那个初代的教会里面。他们不是只有嘴巴说一说啊，我相信，我知道，而是他们真的是把他们的生命放在那个里面，参与在那个教会的建造当中，参与在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里面。所以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有个人的属灵的经历，而是在圣灵里面每一个人事实上是相互影响的，每一个人是相互影响的。这个圣灵虽然给每人不同的恩赐，虽然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作为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于同一位圣灵。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同一位圣灵里面，我们一起敬拜，一起聚集，一起委身，一起成长，在这里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。在圣灵里面，我们一起在这里聚集，在这里敬拜，在这里一起委身，在这里一起成长，在这里一起经历，在这里一起建造。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样子。这是一个在圣灵的充满当中，在圣灵的引领当中所带下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改变。而经文当中也说，这群人是一个非常敬畏的。而那个敬畏，它原文的意思，特别在旧约，它的意思原本是一个就是惧怕、害怕的意思。但是意思不是说，这个刚刚经文说人人都敬畏，那个敬畏不是说每个人都害怕这个教会，或每一个人看到这一群基督徒，然后就觉得好可怕，说哎呦这群人是基督徒，或是这群人是这个初代教会的，而反而是在里面的人，他们让人感动啊。这群信徒反而是让人感动的，让人家看到哇，这里让我敬畏啊。因为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对上帝敬虔的态度，在那里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在那里他们一起敬拜，在那里他们一起分享，在那里也让人家看见有上帝同在的感动，在那里有上帝同在的感动，在那里让人家看见说哇，这群人一起敬拜的时候，对上帝敬虔的态度是何等的美好。所以，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，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信徒对上帝产生一个敬畏的心、敬虔的心，对你身旁的人你也产生连结，对你身旁你也产生。如同刚刚经文说，他们就房屋公用，然后变卖需要的给贫穷的，然后他们每天同心合意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团契，一起祷告，一起敬拜神。所以你看到在那个初代教会里面，他们不是高举人的能力啊，他们说啊，我领受圣灵，然后我圣灵充满，然后我好像有得到什么了。反正在那里，他们是每一个人高举上帝的同在。反正在那里，他们是高举上帝的同在，用一个敬畏的心在回应。所以也同样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的教会是否也表现出一个对上帝敬虔的态度？我们是否在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当中，每一次欢迎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带下这样子的感动的氛围在这里？我们有没有在这里因着神的同在，我们跟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产生好的连结？在这里高举上帝的同在，高举上帝的作为，因着圣灵的能力，因着圣灵的同在，
把原本陌生的一群人，把原本不同背景的一群人，全部都带到一个家中，成为一家人，就是进到上帝的家中。这也是在上半年当中，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周间裁判以弗所书也在讲的这个主题，就是把不同的人，在神的里面全部带到一个家中，全部带到一个家中，在这里一起经历、一起建造、一起参与。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一个聚会的人啊。我们不是没在参加小组、参加牧区、参加主日礼拜、参加团契或参加各样的活动，就是我只是一个聚会的人。我好像就来这边参加聚会，结束了我就回家，而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因着圣灵的同在把我们聚集在这边，我们也因着圣灵的同在，圣灵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领受，让我们一起成为在上帝国度当中的一家人。经文在约翰一书4章13节，他说：“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”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最后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圣灵的充满也使教会成为见证。你看，一开始是一人领受到圣灵，原本这个好像看起来快有点失望一点，就像甚至好像有点灰心，但是再次被点燃的时候，一个人被点燃起来，你看见带下一个群体的效应，是在那个群体当中，每一个人就一起起来被建造，每一个人就起来一起帮助。而这样子的群体，这样子的教会，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。圣灵的充满在教会当中，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成为见证，成为耶稣美好的见证。在使徒行传第22章4到47节，他说：“全体信徒继续一起过团契的生活，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，他们同心合意，天天在圣殿里聚会，颂赞上帝，与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。”你看见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他说他们一起团契。同心合意，颂赞上帝，跟人人都保持和睦的关系，跟上帝也保持亲密的关系。你看见他们成为一个见证，他们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见证，而他们也在这个教会当中让人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没有华丽的建筑，他们也没有很复杂的制度。但他们却深深的震撼当时的社会。我们刚读的经文，你发觉那个来到初代教会的越来越多人，越来越多人从那个社会，从那个罗马帝国，很多人慢慢的加入到那个里面。所以那个教会它没有什么很华丽的建议，没有很复杂的制度，只是很单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人在他们的身上，在这些使徒的身上，在初代教会的身上看见了耶稣。看见了耶稣，他们成为美好的见证。在路加福音当中，耶稣第一次他公开出来的服事，第一次公开出来的讲道，在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，耶稣到会堂当中，他站起来，打开这个圣经的经卷，打开以赛亚书，他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”耶稣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。”耶稣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。”而我刚刚说，出来教会当中，他们因着圣灵感动，让人看见耶稣在他们当中，因而吸引了许多人在当中。耶稣的群体，教会，就是走耶稣走的路。行耶稣说过的话，就是见证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。”主灵在我身上，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节，到我们现在的教会，就是那个圣灵是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的。当耶稣打开那段经文，他说：“传福音给贫穷的。”你看见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在那个灵里感动？他们就彼此的供给，分享爱宴，分享给需要的人。他们怎么在灵里感动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心，同心合意，天天的祷告，天天的敬拜，在圣殿当中里聚会。他们感谢神，颂赞神，赞美神，跟人保持和睦的关系。你看见在初代教会当中的这些人，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
教会真正吸引人的，不是只有说有精彩的活动、丰富的活动，或是一些很热闹的活动。更重要是在这里是不是有耶稣的生命？在这里有没有如同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？我们有没有回应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？于是来遵行耶稣所说的，于是来活出这样子美好的一个回应。以弗所书第4章2到3节说：“你们要谦逊、温柔、忍耐，以爱心互相宽容，以和平彼此联系，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”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圣灵是同一位，圣灵是同一位。当我们领受同一位圣灵，当我们领受同一位圣灵，我们就一起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应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最后他说：“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。”这个天天加给他们，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增加，我们都觉得哇，就是一个数量好多增加，哇，好棒哦，好多人。但更重要的不是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而已，是加给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人，生命更成熟的人，生命更贴近上帝心意的人。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，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所引导，被圣灵所更新，被圣灵的能力、圣灵所彰显的美好的作为，我们不断的去见证，好使我们成为那个见证者，也好使我们的教会成为那个见证者。愿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，让我们成为那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去看见上帝美好的作为。在这个系列当中，在这个分享的信息的系列当中，接下来我要用这个使徒行传，就是这个初代的教会，他们在圣灵领受圣灵，在圣灵充满之后，他们有许多的回应，他们有许多非常美好，我们值得学习的样式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在接下来几次的分享当中，我们会分享在这间教会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特质，也盼望我们透过从圣经当中这个初代教会这样很美好的一个回应，也盼望从我们教会可以学习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看，在初代教会怎么样子，圣灵如何带领他们。在现在的我们富强教会，上帝如何带领我们？我们如何来回应？愿上帝帮助我们，也特别在这个圣灵降临节当中，愿神的灵大大的充满，愿神的灵大大的赐福，也愿神的灵大大的来加添我们心中的力量，使我们刚强起来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特别我要邀请你，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为我们教会的信徒来祷告，求神的圣灵真的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，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充满，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更新；因着圣灵的充满，让我们的教会再一次有一个热情的敬拜，有一个热情的心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祷告完之后，我们要接着一起来一起攻守圣餐。我们先一起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恳求圣灵的同在、圣灵的运行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时候，让我们再透过这个经文，我们看见你圣灵的同在，看见你圣灵的充满，让那个初代的教会、初代的信徒，他们因着你的同在，因着你圣灵的充满，他们有一个新的翻转，他们有一个新的改变，他们从原本退缩、害怕、担心，转变成一个火热、一个渴慕的心智。神啊，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有这样子的心智。我们渴慕你圣灵来充满我们，我们渴慕你圣灵来充满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张光我们的生命，在你的治理当中，在你的引导当中，看见你的美好事。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在这样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谢谢你赏赐圣灵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安慰者，成为我们的保护者，成为我们的引导者。神啊，你更赐下圣灵来点燃我们的内心，来感动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可以来回应
你美好的恩典、美好的作为。神啊，愿你的圣灵真实的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也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每一天过着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。有你圣灵的引导，有你圣灵的提醒，有你圣灵的安慰，有你圣灵的刚强。愿你带领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接着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圣餐，我们要一起。